春南巴党，跟着南巴，年春大家日梦完来接，前南巴更上。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日梦完来接，前期大日节嘛呢，康比不给年车的，那呢，你懂去年里13日做的工作，8月荣扎西边出来呀，工作的呢，康比不给年车党，中共把通综艺党，做某事情给做你学习。四川乡巴拉历年冬训新年空气容易下巴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这里是2012新春主题晚会弦舞8堂的演播现场。本次晚会是由康巴卫视和中共巴塘县委员会、巴塘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由四川香巴拉文化传媒公司协办。太阳当给各阶段班中文创造点数添准备，历年大节公平单位冬前不训了，冬季历年只训83节，来个48西跟我张训。这里呢，中华美利节所见对前的13对前演变，俺从娘们早年冬季历年节中正俺们啦龙死些。亲爱的朋友们。党的17届6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也揭开了高原文化传承、发展、繁荣的新篇章。今晚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感受高原的激情、幸福和奋进。8月荣扎西巴呢，这面节都了系统扎了，俺进巴通个，这对个就咋当，荣训个就咋。强特间这对节啦得了嘛？8月荣扎西巴呢，现在叫罗永系统扎了，跑工个人说是么么呢？当个我这拉点呢，特征别些动，这些策划准备有捏住。弦舞8堂是一首赞美的歌，赞美8堂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和谐之美。弦舞8堂是一部时尚热烈的交响音画，它奏出了雪域高原的各族儿女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共创幸福美好生活的新乐章。今晚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你嘛那么，功德俺在三马套边娘住肉用的。俺从这对8级学边巴通拉车送，巴通呢，勇敢绿个巴扎中撒当，下家群个雄劲俺啥的，难得呢，南西着重娘啦，团坤不生出巴当，难得呢错完呢，来了专西，相东年节单边刚去巴的，主播那吧，到公俺做靠巴通的些呢，8些年没结扎了，娘的说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欣赏到的管弦乐弦舞8堂，已经把我们带到了那圣洁而又美丽的高原。在古老的传说中，8堂是神羊眷恋的地方。天上飘着朵朵白云，地上跑着洁白的羊群，这是人间仙境。温和的气候，秀美的山川，物华天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是率性真情的高原人。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走进8堂，去领略高原之花的美丽绽放。
感谢巴塘的民间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巴塘弦子的艺术魅力。对，把人呢，我给热情的马刀，老给帮天吧，立即嘎当我把这一扎手机的做把起来了。把人年末呢，我在每个龙穴当，哪位不让的这？想的马桶，俺怕一些别lợi用些啦，三路些。那两个呢，哪里科学我们先别把，哪里兴趣教我先别别，那么嘎从着嘛的。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们一睹了巴塘弦子的艺术魅力。我们都知道，巴塘弦子呢是结合拉、唱、跳于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的甘甜可以说让人回味，让人心旷神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来欣赏高原百灵鸟著名歌唱家格桑志马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巴塘我的故乡》。